近日一種名為太空油嘅新型毒品喺青少年群體嗰度悄然蔓延，網上亦都流傳咗一段影片，關於未成年少女疑似吸食太空油嘅一段影片，咁咧亦都係引發咗一啲網上嘅迴響。咁呢啲危害青少年嘅健康嘅隱患啦，咁其實係不容忽視嘅。今日時事借身同大家一齊了解下咩叫做太空油。社會大小事，學聯話你知。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今期嘅節目，我係澳門學聯社會事務部副部長劉日南。咁所謂嘅太空油啦，就係指含有依托米茲嘅煙油，通常透過電子煙去吸食嘅。一旦吸食咗之後啦，唔單止會影響呢個吸食者嘅認知能力啦，仲會容易誘發一啲各類型嘅犯罪啦，同埋意外事故。面對呢啲新型嘅毒品嘅威脅啦，澳門特區政府喺2018年嗰時就通過呢個修訂控煙法啦，禁止電子煙銷售及入境嘅呢一啲舉措啦。咁其實有效咁樣遏止到以電子煙為載體嘅毒品傳播勢頭。但係其實由於澳門啦尚未全面禁用呢個電子煙，非法走私啦同埋一啲網購電子煙嘅現象咧，其實屢禁不止嘅。喺官方數據顯示啦，2023至2024年，澳門共查獲4宗依托米茲電子煙案件。喺2023年10月啦，更加已經發現佢係流入咗喺校園當中，形勢十分嚴峻。澳門社工局啦，亦都迅速開展咗呢個依托米茲先導計劃，指警示喺呢個吸食依托米茲嘅危害啦。計劃實施之後，發現澳門已經係出現一啲吸食新型毒品嘅案例，但係冇呢個相關嘅法規啦，去規管一啲呢啲新型嘅毒品，因此有必要加快完善新型毒品防範法規，持續加大打擊力度，防止澳門淪為新型毒品嘅犯罪溫床。值得關注嘅係新型毒品極具迷惑性，就用呢個太空油嚟講啦，名係非常之新奇，容易吸引一啲青年嘅學生嘅好奇心，喺佢哋不知不覺間放鬆警惕。咁同時啦，青少年亦都係注重呢個社交關係嘅維護，為咗融入一啲群體啦，部分學生會盲目跟風嘗試。咁此外啦，根據澳門學聯、澳門中學生精神健康現狀調查2023等多項問卷數據顯示出啦，現代嘅社會青年學生承受住一啲學業啦、人際啦、家庭啦等多方面嘅壓力。當佢哋揾唔到一啲排解方法啦，咁毒品其實會成為呢個逃避現實嘅錯誤選擇。建議透過一啲舉辦一啲校園講座啦等方式去進一步加強翻青少年對於新型毒品嘅危害性認識，打擊新型毒品，守護青少年嘅健康，需要政府、學校、家庭同埋社會各界協同合作。大家如果對於防範嘅新型毒品有獨到嘅見解，咁歡迎大家喺評論區留言，亦都可以分享俾親朋戚友。咁今日嘅節目到呢度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